会叫的嘛，我互安去啦，你讲你卡阿仔做你做了啦，我卡阿仔做啦，这样就袂使啦，就知阿姨叫我做了，我就知道我卡去做。我会我会坚持做来的。阿叔嚟講嘢啊，我做件公司，以後你同佢做，做你做下做，我叫人做下做，嗰個錢啊，嗰啲嘢我做啊，我都要公司都做啊，公司都做嘛，我考牌咯，一路去做，一路去做啊，我冇睇住嘅，我叫我發，啲人發啲又會做，我會做，我做我哋叫啊，係啊，我諗嘅，諗佢做啊，我都老咗做咯。你可能講你要做嘅嘛，公司做嘅嘛，你都要講做，我做嘛。有幾間冇細人做嘅，我幾間公司，你講即係咁樣都咪做我哋四人做，你發展做啊，你做嘢啊嘛，我叫佢做嚟做，你叫我做我咪做，叫佢做，我做嚟做，即係我做嚟做，你認真咧，佢都做好喎。係主要諗叫我老母啲啊嘛，叫我老母啊，多啲講，你怎麼做出來嗎？誰呢？哦，我這說的耶，這個經驗的。然後哦，以前歐蹦是沒錢嗎？